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5，哥林多前书1章28到29节安尼讲：上帝也经世间卑贱的，人看唔上目的，以及遐个无的，来废无遐个有的。互今仔有肉体的，伫上帝的面前无通夸口。三个来祈祷，经选世间看做卑贱，人看唔上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荣耀的上帝，你是疼痛怜悯的天父，主啊！愿要来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智慧甲慈爱的泉源，主啊！你的阳光遍满全地，你的旨意奇妙伟大，主啊！你赐下的怜悯甲恩典，临到伫通世间。主啊！你拣选卑微的，互权势的见笑；你高举互人看轻的，互人看见你的恩典超越一切骄傲的。主啊！你互软弱的，成做你能力的见证，因为你拣选世间卑贱的，人看唔上目的，互遐个无的来废无有的，互人伫你的面前无通夸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